恒基兆業李嘉誠今日發表一份聲明，聲明內容有3個。第一個，李嘉誠先生控告周秀娜小姐誹謗同埋騷擾，因為佢引發虛假傳聞。李嘉誠先生絕對唔認識周秀娜小姐，亦都同佢絕無任何關係。第二，李嘉誠先生控告5個 YouTube 頻道同埋 Google LLC 誹謗同埋騷擾，望停止不可助長嘅網絡欺凌文化。第三，係次採取法律行動以釐清事實同埋保護個人及家族名譽。以下係聲明內容。有關李嘉誠先生（下稱李先生）今日採取法律行動入稟香港高等法院，向周秀娜小姐、5個 YouTube 頻道同埋 Google LLC 統稱被告人作出提告。李嘉誠先生有以下聲明。首先，對於多年嚟有關李嘉誠先生同埋周秀娜小姐之虛假傳聞及失實討論，李先生有理由相信周秀娜小姐是策劃及引發整個失實傳聞嘅源頭，而周秀娜小姐散播失實傳聞嘅自私動機為藉此增加個人曝光及宣傳其電影作品。李先生在此鄭重聲明，李嘉誠先生與周秀娜小姐絕無任何關係。李先生從來不認識周秀娜小姐，亦沒有任何企圖或意圖認識她。詳情可參考申索陳述書第3至第8段。正如李先生喺佢嘅申索陳述書其他部分進一步陳述，李先生有理由相信相關討論源於2016年周秀娜小姐喺宣傳佢主演電影期間嘅惡意行為，引發大量傳媒以搭上已婚超級富二代等字眼標題，虛構新聞炒作，導致公眾產生誤會，認為李先生和周秀娜小姐有特別關係，藉此為其個人利益吸引傳媒關注。李先生亦都於2016年嘅時候發律師信警告周秀娜小姐。過去接近10年，無論喺內地、香港甚至其他華人地區嘅主流媒體、社交媒體同埋 YouTube 平台，繼續出現大量失實、捏造及無中生有嘅文字或者視頻、明示，包括提及李先生名字、刊登其或及其家人相片等等，和暗示該位富二代就係李先生。部分內容更不負責任地將無關女性牽扯入呢啲毫無根據嘅謠言之中，呢個對李先生構成騷擾同埋誹謗，亦都令到李先生感到被侮辱。更甚嘅係喺2025年6月，周秀娜小姐喺宣傳其新電影作品期間，接受某個 YouTube 頻道訪問嘅時候，預先溝通要談論佢被包養嘅傳聞，佢嘅言論又再引發網絡上捏造李先生同周秀娜小姐虛構關係嘅大量討論同埋視頻。儘管李先生及其家人正在面對失去父親李兆基博士嘅悲痛，周秀娜小姐自私地為了達到其個人宣傳目的，明知他們正在處理這個艱難時刻，仍然選擇重提虛構傳聞，令佢哋又要再一次面對呢啲誇張失實、不合法、不合理同埋不負責任嘅網絡欺凌，猶如喺李先生及其家人嘅傷口上面撒鹽啊！其中一啲視頻內容涉及李先生太太同埋父母，甚至捏造從未發生嘅情景，令人誤以為李先生家人曾經涉及刑事罪行，呢個加重佢哋面對失去至親嘅傷痛。因此，李先生認為事情已經超出合理界線，並已達至合理人士，包括李先生忍無可忍嘅地步。為咗保護個人、家人同埋家族名譽以及釐清事實，所以有必要向周秀娜小姐採取法律行動。近年，李先生曾經透過律師多次要求 Google LLC 移除 YouTube 平台有關誹謗李先生嘅失實文字或者視頻，但 Google LLC 並冇作出任何行動。為阻止謠言繼續發酵，李先生喺別無其他切實可行嘅選擇底下，決定現有必要向相關 YouTube 頻道以及容許內容發放嘅平台 Google LLC 採取法律行動，以釐清事實同埋制止網絡欺凌行為。整個事件已經纏繞10年，李先生從來沒有入稟控告任何人，或者沒有公開回應失實報道，係本着清者自清、息事寧人嘅態度面對，亦唔希望事件發酵。然而佢嘅沉默反而令到別有用心者變本加厲，一次又一次利用失實言論博取曝光同埋網上流量。此等事件不但嚴重誹謗李先生本人，更為其家人帶嚟沉重壓力，及影響咗家族喺社會上嘅聲譽。另外，該等 YouTube 頻道喺網上平台散播虛假資訊，加上 Google LLC 繼續任由一啲內容失實，包括將 AI 生成虛構視頻推送俾大眾嘅行為出現，絕對係不可助長嘅網絡欺凌文化，只會為社會同埋下一代造成負面影響。因此，李先生認為必須對周秀娜小姐、相關 YouTube 頻道同埋 Google LLC 嘅惡意同埋不負責任採取法律行動，以討回公道及以正視聽。此後，李先生將合理合法地主動行使佢嘅法律權利，維護其合理權益。特此聲明。